来做声，圣在，圣在，圣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徛因为呼应的声震动，圣殿有烟满满。迄时我讲，我有知的，我灭亡啦，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 踮伫喙唇无清气的子民中间，一声，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伊的手用火，稍等下我看者。 火焰吗？伊的手用火钳火钳，这敢有这个音？这是 KHIN 钳火钳对弹顶对弹顶热热的炭。 热热的炭 ，OK， 过来，将炭捂我的喙唇，讲，这个有捂着你的喙唇，你的罪过已经除去，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啥人要为着怨气？这声我就讲。 我伫遮，请找我。OK， 迄个逐摆若伫教会内面，咱的祈祷，咱的创啥？会记咧祈祷的时，拢敢若用一句话，拢敢若怨上帝。咧祈祷的对象是啥人？上帝。所以咧祈祷的对象若是上帝的时，剩的代志，上帝也请赦免阮的罪。 阮是无路用的人，阮是无清气的人，所以面对上帝的时，咱除了上帝以外，咱所有的拢是假的吼，袂使甲上帝安尼，上帝啊，咱拢是无清气的人，袂使甲上帝包括落去吼。来，咱这个时，咱来看今仔日会吟到的诗468首。 万国万人拢有一摆，决心归主是应该。来，较紧一寡来。万国万人拢有一摆，决心归主是应该。 咱拢伫咧面对真理甲上帝的选择。你要做一个大胆的人、小胆的人，还是无胆的人？我想常常你爱大胆，面对真理爱做对的选择，迄是真痛苦的代志。不过，定定伫咧面对迄个选择的苦痛，咱心会震动，咱心经过一个思考的过程，一摆一摆，你的人格。 你的人品，你信仰的内涵会直直会直直提高吼。今仔日要甲咱来思考一个较深的问题。咱过来看，我做基督兵丁550首。
550首。我做基督兵丁，就好胆进前，咱到时间咱吟1节就好。对，真肯定，来。我做基督兵丁，就好胆进前，期海着上小情，看见无爱用。世界甲歹相情，唔通世间生，叫做赞我用命，好我为的心，叫做是大权力，看我无是定，叫做错我用情，讨厌我。咱三角来祈祷，悲阮的上帝，时已经到，是阮用欢喜、用敬虔、用脚步，要来面对上帝你的时，嘛是阮进入到伫圣殿，用谦卑要来领受上帝你的启示、你的启发，你开阔阮的心。互阮的生命会当丰富的时，愿你的话通过今仔日的敬拜，愿你的灵通过今仔日所有的人伫你的面前的侍奉，对进入教会大门到伫礼拜煞所有的交易，伫即个中间，上帝你的神通过阮三听，通过阮甲人交易，通过阮伫遮的祈祷、学乐、吟诗，以及对上帝话的领受。爸啊，愿你丰富阮的生命，互阮会当来丰富别人的生命。祈祷感恩，靠主圣名，阿门。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就是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我要学乐主，我要。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相信是伫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亲像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亲像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早时代比我，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用心心的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比我。
咱要来学乐主，只是邀请咱起立，咱互相来请安。伫这个欢喜的中间，咱互相来感谢。请你会当离开你的位，若是你有看到新的兄弟、新的会友，第一遍来到咱的中间，请你主动去到伊的面头前来向伊请安。耶稣听你。来，咱个三甲来唱这条诗歌来，学咱的主敬拜咱的主。真诚心的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的河。真诚心的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的河。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的河。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的河。真诚心的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的河。我真心的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的河。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的河。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的河。我要感谢主，真诚心的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的河。真心的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的河。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的河。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的河。真心的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的河。真心的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的河。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的河。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的河。一步就是阮行的路，你听你唱，予我得着保守。一步搁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听你唱，伊带我行这人生路。一步搁一步，主的恩典甲咱永福教会三个地地。伫后礼拜，咱要来庆祝咱的教会设教60周年。伫这60周年中间，上帝带领10个牧者来到咱的中间，来牧养咱、帮助咱，去做咱的教会。咱今仔日所坐这个礼拜堂，其实是因为1988年12月19日暗时，咱的教会来发生火灾。真少听到教会有火烧厝，总是咱的教会经历过火灾，因为有火灾才有拆毁，才有重建。唔知影咱敢有注意，当咱落咱礼拜庄厅去到1楼的时阵，伫2楼甲1楼迄个中间的楼梯，遐有一幅图。迄幅图是啥物？无人有注意到。希望今仔日你要落去楼骹的时阵，你经过2楼甲1楼的迄个所在，你举头看，总是爱西里。遐挂一幅图，就是耶稣伫克西马尼园
祈祷的一幅图。当迄场火灾，所有礼拜堂听的物件全部烧了了，只有一项无烧去，就是迄幅图。迄是耶稣予咱的心力，咧甲咱讲，伊时时刻刻拢咧为咱的教会咧祈祷，啥物拢无啊，总是耶稣犹原伫遐替咱来祈祷。1988年，咱的教会烧去，总是咱的教会经过11年的时间，1999年，咱个重新起造这个新的礼拜堂。咱起造这个新的礼拜堂，经过11年，开费差不多要1亿。若是今仔日，咱个重新有一遍有机会，咱要搁来起礼拜堂，甲你讲，咱爱负担1亿，毋知咱的兄弟，你的心会感觉真惊吓袂？钱要对倒位来？佮较知咱有一个好嘅安那，阿爸爸上帝，伊来供应咱，所以咱今仔日会当坐伫遮来敬拜。后礼拜咱要展望，咱要庆祝，总是毋是讲安尼尔尔，咱只有停留伫迄个欢喜，甲停留伫迄个回顾，是无够个的。咱佮较重要的是，咱个头前的路要哪行？愿上帝伊的恩典甲咱三个伫地，咱的教会伫遮，大人拢学了咱真水、真东方、真大经。这毋是咱教会存在伫遮的目的。咱教会存在伫遮的目的，是要互世上的人会当得到平安，会当找到怀心灵无平安的，伫社会中无人看重的，活伫迄个黑暗中的人，互因会当得到光明。愿咱会当每一个人伫遮，咱咧敬拜上帝时阵，咱犹原会知影找到咱本身上帝互你的恩典，互你的恩赐，互你的使命，咱共同甲牧师，咱三个来拍拼。互咱的福音会当来得到广传，互上帝伊会当引带咱的教会一步一步搁行往未来，也咱每一人将咱的人生也交代予上帝，一步一步伊要引带咱未来路。咱三个来吟这诗歌。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你的路，万山也山高，拢是你的保护。万人中孤独，你听我，你爱我，永远不变的永远，这一生拢是祝福。一步甲一步，这是阮等的路，你听你受，互我得着保守。一步甲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听你受，伊带我行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你的路，万山也山高，拢是你的保护。万人中孤独，你听我，你爱我，永远不变的永远，这一生拢是祝福。一步甲一步，这是阮等的路，你听你受，互我得着保守。一步甲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听你受，伊带我行这人生路。一步甲一步，这是阮等的路，你听你受，互我得着保守。一步甲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听你受，伊带我行这人生路。专心专意来敬拜咱的爸，一个充满着恩典、喜乐、平安的上帝。咱伫遮，咱来敬拜伊，因为伊的名值得咱尊重，咱着专心专意。
敬拜伊。完全心地正敬拜上帝，全心全意学落天经的白，完全心地正敬拜上帝，学落伊荣耀到万世，我全心敬拜伊，我要双手敬拜伊，我要学落伊大出名，我全心敬拜伊，伊名值得尊崇，我要全心全意学落伊，我全心地正敬拜上帝，全心全意学落天经的白，完全心地正敬拜上帝，学落伊荣耀到万世。也去咱的双手，我全心敬拜你，我要双手敬拜你，我要学落你大出名，我全心敬拜你，你名值得尊崇，我要全心全意我全心全意敬拜伊。我全心敬拜伊，我要双手敬拜伊，我要学落伊大出名，我全心敬拜伊，伊名值得尊崇，我要全心全意学落伊，我要全心全意学落伊。会众请起立。哈利路亚！阿罗上主，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续到永远。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由阮徛咧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愿感谢你的恩典，你呼召阮进入你的圣殿中敬拜你，互阮有福分甲你亲近。透过你的话语，帮助阮更新调整阮的生命。本主日是教会学校纪念主日，愿上帝透过上教会的学校医学院，培养侪侪有信仰价值的青年。愿上帝看顾保守因互教会伫社区的教育角色，因带更较侪人认捌上帝。嘛愿上帝带领牧者、长职、团契会长、主日学老师，继续伫听伫圣神的提醒，全心全意服侍主。愿上帝透过永福教会60周年，提醒家己甲上帝甲人的关系。愿你的圣手亲身引带，真侪阮伫信仰、伫生活、伫白听、伫关系经营中的力量。愿献上满满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免。
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世事万变请坐。启应，请看启应文第40篇。启应文第40篇，我来启，会众来应。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看满圣殿。伫伊的周围有设立并天使，徛伫思考。这声。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荣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这声。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设立副天使陪我来我遮。OK， 对，将炭捂我的嘴唇讲，这个捂你的嘴，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这声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请来恭守上帝话命话。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8章第32节，哥林多前书10章第23节到24节以及33节。约翰福音8章第32节。恁要捌真理，也真理要互恁自由。哥林多前书10章第23节到24节，凡事拢通，总是无拢有利益；凡事拢通，总是无拢建立德行，不得求利益家己，得求利益别人。第33节，亲像我凡事互众人欢喜，无求家己的利益。就是求众人的利益，爱要互因得到救。请三角来读即礼拜的金句，记载伫创世纪12章第2节。请看周报最后一页，请同齐来读。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福你，互你的名最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献诗，圣歌队要献的诗歌是：当看歌深的疼，当看歌深的疼。献诗线，请王牧师讲道。题目是：自由、责任、甲疼。当我关起。
大家平安。生活对今的诗讲，耶稣的疼，长看关心。后礼拜咱要进入60周年的庆典。等我邀请咱总会总干事林丰德牧师来，就直直咧等林牧师你的题目圣经节，因为真侪物件对遮来开始。当伊互我即个题目，讲如此行纪念我，我就甲总干事讲，牧师你实在趣味呢。我直直甲你强调讲，这是永福教会60周年的庆祝礼拜。竟然你互阮的题目是安尼行，通纪念我。然后圣经节拢伫咧讲着耶稣怎样伫咧面对十字架。60周年，总干事你互阮安尼行，纪念我。耶稣面对十字架的苦路，然后启伫永福教会60周年的庆典。我安尼讲的时，然后过来一段时间，就伊踮迄边踮遐笑，我踮即边踮遮笑，然后阮拢无搁讲啥物。因为即个就是长老教会，长老教会的信仰永远徛在伫上帝的疼，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对遮出去。互万百姓因为我会受苦甲疼来得到福气，竟然伫一个遮尔要紧的60周年的庆典，咱的总干事无受迄个庆祝影响，伊也阁拖来即个教会受设立的中心点，我感觉。这是一种的欢喜，对心底的欢喜。所以后礼拜我要请咱兄姐后礼拜，拜托哪会当？后礼拜是咱的几十周年？60周年，拜托咱来做一项事，好无？后礼拜差不多是9点20就通准备来座位，9点25的时拢做好，然后开始音乐就会开始。然后9点半正式，咱的圣歌队甲迪巴恩的圣歌队会对外口遐唱歌入来座位，唱歌入来座位。因为后礼拜是中秋节，所以后礼拜咱也有迄个芭蕉叶，伫入场的时候芭蕉叶安尼入来，所以迪巴恩坐遮，咱的圣歌队坐遐，然后会场咱斗阵有要唱歌。所以拄则这位长老带咱吟的迄首诗，其实是阮后礼拜要吟的诗。因为教会已经一架子60年了，咱不断爱伫遮伫咧反省一寡信仰真深沉的问题。今仔日我用一个题目，甲咱三甲来思考：自由、责任、甲疼。咱三甲来读这段经文敢好？我真爱这段的经文，我真爱这段的经文。尝试用台湾话来，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24节预备来。有人讲，我有自由做任何事，这个话无错，总是并毋是每一件事拢有利益。咱有自由做任何事。总是并毋是每一项事拢为帮助人，每一个人拢无应该为家己的利益设想，应该关心别人的利益。这伫咧讲到自由，现代少年人还是现代人，常常咧讲一句话，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喜欢，我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你若互我无爽快，我就扁你。
只要爸爸妈妈讲话做啥物代志，我无舒服、无爽快，连爸爸妈妈我都变啊，抑佫有啥物人我毋敢变。对，你有迄个自由，但是即个只圣经甲咱讲的是，咱有自由做每一项任何事，但是毋是逐项拢有利益。安尼意思是做一个上帝的百姓真要紧，无论你咧创啥，你爱想着毋是你的起码是后壁有一项事是啥？利益。你所做的后壁爱带到一个 ending， 爱到一个结果，迄个结果是好处，对你家己有好处，特别是爱对众人有好处。伊佫说第二句话，佫重复一摆讲。我有自由做任何事，总是并毋是每一项事拢会帮助人，毋是逐项拢会帮助人。安尼是你会当自由做任何事，但是要做的事，第一爱有利益，第二爱帮助人。基督徒的伦理对遮来开始。基督徒的伦理毋是为着家己想，是为着众人的利益来想。毋知你会当甲即个圣经节转化变做你一生性命行踏进退会准进啊无？若会当，我要讲哈利路亚，愿圣神伫你甲你三甲同在。只有一个 case， 我毋知你的看法安怎？一个18岁的青年。伫德国的柏林的火车头、地铁，因为一寡争执，全将一个中年的男性拍倒在地，拍倒在地了后，然后迄个已经倒伫涂骹啦，即个高中生青年人，佫对伊的头直直甲斩，佫斩了几若下，然后就送去法院，法院判决。这个青年人，伊的这个动作对头到尾，蓄意杀人，都爱当罪处刑，所以随时关起来。因为伊的心态、心意可怕，伊是一个危险的分子，对这个社会有高度的威胁性。危险分子马上入监，不得交保。这是法院的判决。然后，这个青年人，伊嘛请律师，伊的律师替伊辩护，辩护了，法院定审裁决，裁决讲，伫最后的判决也未落来以前，这个青年人会当交保。所以，第一个法院的判决是讲，危险、蓄意杀人，马上掠去关，袂当交保。第二控告了后，控诉了后，法院定审裁决，伫也未罪也未确定以前这段时间是会当交保。这就有一个空间走出来。然后这个法院的判决，社会有真侪无共款的声，开始有真侪方管道拢踮咧讨论这个，拄啊伫这个气氛的下面。一间天主教的高中开始来一个文讲，伫即个青年也未做最后裁决，也缓刑期间，学校欢喜款待伊，学校欢喜接伊，来到伫学校的中间，学校的单位、学校的辅导老师欢喜陪伴即个青年。望即个青年，社会也阁互伊有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我毋知你若即个问题，你会徛伫倒一个？通常咱的看法是，这样代志若甲别人无关，甲我无关系啊，无要紧的。迄个缓刑、交保的，我拢不太在意。但是这若去拍着你的囝，拍着你的士大人。你就讲绝对唔通甲交保，这种甲咱的有关系，有关系，没有关系，有关系。
拄则迄个问题，咱搁摕边仔去。即摆来，咱来讲看，真侪时阵，咱的社会陷入是一个处处咧讲道德，道德。道德是咧讲着对毋对的代志，对毋对的代志。会记得我读高中的时，伫中中、伫国中，大部分仔学生的头毛拢袂当留过偌长，若超过时，教官就掠起来，学校就处置啊。我想所有读过册的，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头毛伫迄当时，拢是一个真要紧的指标。只要你的头毛无照学校的规矩，学校就处置你，老师、教官连成一线，然后专门咧处理这些学生。请问，这个头毛到即马也有伫咧受强调无？有啊无？太多以前拢用记号做一个记号。这个囡仔无乖，这个囡仔无听话，这个囡仔是歹学生，因为头毛变做一个记号。即马头毛毋是一个话题，为什么？因为咱这个社会有太侪亲像即款的物件，社会安尼规定，学校安尼规定，政府安尼规定，然后咱就逐个人讲。迄个头毛照规矩是道德的，无照规矩是无道德的。照安尼做是道德的，无照安尼做是道德的，是无道德的。咱道德甲无道德，定定拢是遵守一个单位、一个传统、一个习惯的规范。迄个规范，你若犯着，你就是毋好的人。但是伦理伫咧讨论的是。敢安尼？安尼敢对？安尼敢好？安尼敢绝对对？安尼敢绝对好？伦理是咧讨论这个层次，道德是咧讲照一个规范，逐个人拢规定好啊，你袂使去磕着你就会受判刑，磕着你就互掠，磕着你就互拍。OK， 迄个是一个道德是咧讲一个规范。啊！你袂使去磕着这人，袂使去磕着遐。但是伦理的物件是不断伫搁进一步伫咧想，安尼敢好？对即个人敢好？对即个社会敢绝对好？敢有讨论的空间？敢会当搁想较济、想较远呢？我想伦理是咧想迄项事。你知影古早人拢咧想讲地球是圆的，还是四角的？古早人，你咧看见讲迄个一出黑人的电影，什物《上帝的疯狂》有无？我想讲安尼，迄个杆仔安尼直对弄到尾啊，迄个你若走到地球的尽头，怎对啊怎拨落去？因地球的到一个坎怎拨落去安尼？以前的人。伫咧想，现在开始地球是有一个尽头，地球有一个尽头。科学家开始咧讲，无地球无一个尽头，地球是圆的。你早前伫咧讲地球是圆的，无尽头，一寡人就向掠去关，掠去拍，因为即款的主张会带来社会的动乱。你的主张会带来社会动乱。一个真要紧的科学家哥白尼。伊提起一个早前对迄个对早前留落来的传统，包括天主教，所有的教会拢有一个主张是地球，太阳伫咧烧地球，太阳绕地球，所以是地球中心。这个毋若科学家，当时的科学家安尼讲。连天主教会都用教皇的力去维护这个太阳伫咧烧地球，但是伫到有一日，一个人出来，伊讲毋是，
毋是太阳咧射地球，是地球伫咧射太阳。伊个名叫做哥白尼。为着安尼，哥白尼一世人，伊拢受到罗马天主教会教廷所有的压迫，一世人受真长的灾难。也佫有一个人，伽利略，我想咱读过册的人，咱拢知影。伽利略伊推翻亚里士多德一项，亚里士多德。伊早期迄个时代，伊确立太侪理论，实在是太水、太不简单。但等于确立亚里士多德确立的是讲，无论是迄个月亮、日头，拢是水完美的塑造，完美的塑造。但是伽利略通过伊的望远镜，伊提出一项讲，无地球迄个月亮甲地球共款有悬悬低低，有悬悬低低啊，迄个。伊开始提出这样的时，原来同款伽利略受到一世人受打压，再加监禁到伊死。因为推翻早前的认定，早前的科学，甲早前的教会所认定的事，推翻。但是后壁，咱即马证明，这个早前互人关，互人拍。互人摆贴，互社会当作是歹人，恁的主张、恁的理论会带动整个社会甲教会，这个人到即仔咱证明受压迫的才是对，压迫人的毋对。但咱即个才咧讲对毋对，是咧讲到道德的代志，因为咱。违反一寡人，伊去违反社会一寡规范，但是道德违反道德的事，无一定是违反真理的事。我就即项是今仔日咱要伫即个遮，甲咱三甲来探讨这样事。人有一寡基本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对上帝遐 God given。是对上帝遐来互人类的自由，无任何人会当去抢夺、剥削其他的人这三种的自由。一个是有讲话发表伊的看法的自由；第二，伊有追求宗教、追求精神的心的自由；第三，伊有探讨真理的自由。真理。逐个人拢到即句，你我咱的认捌的拢真有限，拢差不多到遮。然后佫进一步，迄个进一步，迄有一寡科学家，有一寡特殊运数的人，因比咱走较紧，走较进前，因探讨的物件可能加咱20-30年，加咱300-500年。啊，遐个人，因探讨出来的真理，有可能推翻现在社会的认定。当因提出来遐个物件，若无甲现代社会无相像，现代社会会当判因有罪啊无？若照即个袂当，每一个人有发表伊对真理的探讨，对伊的良心讲出真实的话的自由，包括伊有自由通去追求信仰倒一个宗教。看倒一个神明做伊性命的主，逐个人有即个自由。即个自由到你会当安尼讲，你嘛会使毋免安尼讲；你会当安尼做，你嘛会当选择毋免安尼做。总是无论啥人，你选择要安尼做，毋爱安尼做，迄个就会显明久了变做，这个是你的性命的特质，这是你性命的特质。每个人生命的特质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一寡是你会做，我感觉我袂做；我会做，你袂做。然后，这个中间还有一个最要紧是尊重。我袂当因为我甲你无共款，你就判我罪；袂当因为你甲我无共，换我定你的罪。所以耶稣伫这个遮咧讲，恁互相的中间毋通彼此
论断、批评，就是咧讲这样代志。每一个人伫你的生命中，你有这三种的自由，无人包括政府都袂当甲你剥削。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以及追求真理的自由。到耶稣要死的时，最后伫法庭，彼得都也咧问伊讲：真理是甚物？耶稣伫咧传播真理，耶稣伫咧甲人分享上帝国的真理。彼得都也阁用伊最官的立场来讲，你伫咧讲的真理是甚物？这个也阁是即句真理是甚物？是世世代代的人也阁用伊的良心直直的探讨。所以伫即个遮也阁有真理是甚物？也阁模糊无明。保罗讲，亲像对镜在看，即摆也阁模糊无明。真理是甚物？上帝啊，你是甚物款？也毋知。保罗讲，到时你会当头对面的时，所以伫即个遮，对亚里士多德建立的一寡科学理论，太水啦，太水啦！迄当时的宗教家讲，这是一个 perfect 完整，不容挑战。但是来到哥白尼，来到伽利略，一项一项有新的物件、新的发现推出的时，结果宗教出来定义的多，政治出来定义的多，社会出来定义的多。咱即摆佫讲倒转来，今仔日的主题是自由。只要遮人有即款的自由，亲像圣经讲，我会当做任何事，但是会当做任何事，有一个背后有一个真要紧。当我咧做这样代志，后壁若会当，这个是出自良心，要互真理会当佫较显明，会当互人类伫咧经历真理，甲真理会当行佫较晚的时，但下一步是安怎？下一步是安怎？还有一项是，咱有各种的自由，但是无一定有利益。咱有各种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的使用到尾啊，无一定有帮助人。那安尼，这个自由已经受限制伫。你自由，你有自由做任何事，迄个自由的运用到最后爱利益人，迄个自由的运用到尾啊爱会当帮助人。所以保罗伫遮佫进一步咧讲一项，每一个人无应该为着家己的利益设想，乃是要关心众人的利益。基督徒做一个上帝百姓，你无应该关心家己的利益，无应该为着家己的利益咧走动，然后你的个人的利益伤害着众人，你个人的利益伤害着众人，反倒是要变过来，为着要造福更较侪人的利益，为着要造福别人的利益，你欢喜牺牲你个人的利益。我想这个是伫耶稣所传落来迄个新的上帝国的价值内面非常要紧的一个，因为伫遐你有一个，你要负起一个责任。伫迄个背后，无论你创啥无爱创啥，毋但有社会责任，后壁你爱关心，爱佫关心的是，你真正咧做这项代志，引起一寡人的不安扰动的时，你真正为着众人，为着听众人吗？你为着听真理吗？你为着听上帝的国度吗？你真正会当互上帝欢喜吗？开始咧问这个事。那即个答案拢是 yes， 那拢是对，那安尼，你着做你去做吧。因为你所做这样代志，虽然伫现时代人袂当理解，伫现时代人看做毋好，但是你若是为着真理的缘故，为着回应上帝听到呼召的缘故，你会当尽心去做。但是后壁你爱负起，你爱欢喜去承担迄个责任。这尾啊，才有一句话，我请咱斗阵来读，好无？来，预备来，伫自由的国度内面，上帝用责任甲听规范咱。伫自由，咱会当做任何代志，但是会当做任何代志的背后，咱受两项事甲咱规范，一个是责任，一个是听。
咱所做的是真正出伫你肩负迄个责任吗？你轻负迄个责任吗？你做这样代志做落去了后，真侪人会恐慌，甚至人会因为不安、恐慌开始打压你、批评你，你会变做受定。你轻负这个责任吗？耶稣轻，耶稣轻。我用一个譬如来讲，安息日。耶稣是一个对头到尾，伊30岁以前伊守安息日，30岁了后，耶稣是一个彻底破坏安息日制度的人。耶稣伊人生分两阶段，一个是30岁以前完全顺服，30岁了后，伊完全照伊对上帝领受的上帝国，伊完全照安尼去做。伊毋惊即世间的人安怎样看伊，毋惊法利赛人，毋惊当时的教会迄个会堂安怎样看伊，迄个大祭司安怎样看伊。这个才讲到迄个安息日。马太12章12第2节讲，遐个法利赛人开始对耶稣讲：看你的学生做安息日袂使做的事，你的学生做安息日袂使做的事。马可3章2节，这里讲到众人伫咧归探耶稣，伫咧找耶稣的空房，然后问伊讲：安息日会当医病，还是袂当医病？耶稣，安息日你会当治病啊，还是袂当治病？路加14章第5节，因为遮个人处处咧问伊，耶稣第一摆回应因。耶稣回应因讲：恁直直咧关心安息日，我会当甲人治医病，还是袂当医病？恁直直咧关心我安息日做安息日袂当做的代志。但是耶稣讲：我要问恁一件事：伫安息日，恁啥人有牛有驴跋落去伫水井？恁啥人无去甲救出来？一只牛，恁家己的牛跋落去。时间是伫安息日，恁拢会拍拼去甲救。啥事伫安息日，恁禁止我袂当做这项，袂当做这迄项，特别是袂当救人。约翰5章10节，耶稣伫安息日特别佫讲，伫安息日，伊伫一个38年拜卡的人，38年拜卡的耶稣。别日无甲医，竟然伫礼拜伫安息日甲医，这样代志引起真大的动乱。伫约翰9章14节，这个9章佫咧讲到耶稣伊伫一个出世就痴迷的人，拢伫安息日。安尼来讲，耶稣你犯罪啦，耶稣你犯法啦。耶稣，你犯着这个律法的诫命；耶稣，你犯着你做无应该做，你无道德啦。所以，耶稣，你错了。那当耶稣伊去踏着迄当时的律法诫命的界线的时，耶稣心内真清楚，伊伫咧讲上帝国临到。当上帝国临到的时，摆开起来行。痴迷的国光，上帝国临到的时，所有的官兵、有官兵的人是咧照顾体贴、投放所有的百姓、艰苦人，拢得到投放。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自由，人伫圣神的内面是完全的自由。总是迄个自由的运用是咧疼惜痴迷的，互痴迷的人的性命得到改变。摆卡的性命得到改变，所以这个耶稣伊犯这个安息日的目的，是要超越，已经是做一个超越的工具。伊所做的违反当时的社会，互人袂当理解，但是背后是咧偷放，是要互遐个艰苦的人会当性命更较好，更较好，更较好，互一个社会更较有温暖，互一个家庭因为这个福音临到。上帝听临到，望着上帝听，望着这个上帝听世间人，连我这款的人来伫哩听。当这个人来望着这个福音的时，伊甲伊的家庭拢归荣耀伫上帝。所以这个好啊，毋好，对耶稣来讲，这个才是咱要行的路。
后礼拜开始，咱咧迎子耶稣入圣殿。后礼拜咱要迎子耶稣好山啊好山啊，总是毋通袂记得过过，就是受难。耶稣伊会疼，耶稣伊每一个动作背后，就是去为着一个疼甲救赎。耶稣为着要展现即个真理，互人得到自由，这项伊欢喜受侮辱，欢喜受苦，所以伊会疼到欢喜，为着你甲我来受苦。这个疼是超越的疼，这个疼是超越道德的疼，这个疼超越社会规范的疼。社会规范硬拼拼，社会规范无通讨论，就是安尼，就是安尼。但是当你若真正咧疼一个人，你会看见逐个人的需要，逐个人的情景拢无相像的时，迄个疼你家己会做修正。所以真正伫咧落实疼的时，真正咧看一个疼一个人的伦理的过程，伊因为个人的需要，因为环境的需要，直直咧做调整。所以，迄个调整要安怎调整？保罗伫遮讲，你会当做别人事，人事你拢会当做，但是无一定有利益，无一定有帮助人。若确实有帮助人、有利益的，请你去做。但是做了后，你嘛真坦然。当有人对你无谅解，当有人批评你，你爱亲像耶稣共款，欢喜担迄个疼的十字架。我想，这个是一个社会足先进的社会一种的态度。这是一个社会的态度。那咱要按怎样？当用这个，咱过来看咱的社会。台湾社会即句，咱有看到真多假消息、假新闻，故意放一寡假的物件，假的物件要诱惑人，假的物件要陷害人，假的物件要误导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故意乱。啊，像咱咧讲自由，才会看到，这个社会有一寡人滥用自由。滥用自由，这个，当咱搁倒转来，咱嘛伫咧检查咱家己。我真多谢咱教会有一寡人，当有一寡偶然我若有当时搭着迄个宣传消息，互咱的亲属，有人讲牧师，这是假的消息啊，小心啊，这是假的消息啊。安尼提醒好啊，毋好？感谢主，因为迄个假的消息，咱若毋知影。有人当边仔咧设计一寡假的消息，假的消息出去就是要陷害这个社会，互社会引起无应该的一个动乱。咱毋知的时，咱无好啊时间，咱无时间去查证，咱打出去，咱宣传，所怎啊变做咱伫咧替假的消息的人，替歹心的人伫咧做代志。感谢主，咱中间有人会提醒咱紧收倒转来。但是咱知影台湾的社会即马即个假物件太可怕。那是真是假，追求真理的人，爱好好谨慎伫这样。人有自由会当做每一项代志，总是背后咧想着讲，对你、对我、对整个台湾、对整个社会有利益啊无？但咱搁讲倒转来伫遮，即个高中生这项代志，我真感谢最后有一个天主教的。学校跳出来，因讲即个囡仔，阮欢喜接来阮遮，阮欢喜用疼来陪伴，阮欢喜用信仰来报伊知，来报伊捌即个上帝。因为上帝是疼人、歹心的人，若认捌着即个疼的上帝，然后即个疼的上帝甲摸着，伊家己会做转化。留一点空间给上帝，唔通人的手出尽，留一点空间给上帝。所以愿上帝的神点伫咱，你甲我，咱逐日咱拢伫咧使用自由权，伫咧做真侪选择。伫你伫咧善用你的自由的时，后壁你爱知影你有责任，你对家庭有责任，你对你的家己的性命品质有责任，你对台湾的社会有责任，你对基督徒即个身份有责任。愿上帝点伫你，最后听咱所做的拢显明，咱真正是上帝的囝。
因为伊听咱要听这世间。愿真理的神伫你甲我的中间，诚侪咱共同的尊敬，三甲的祈祷。愿上帝伫阮的中间，愿真理伫阮的中间，愿超越的听伫阮的中间，因为阮是一个有责任的基督徒。永福教会要进入伫另外一个阶段，愿望永福教会真正伫遮持守真理甲听堂，进入伫社区的中间。就是伫时代的中间，伫咧背十字架，也阁是阮看做美好，因为这是甲主同背十字架。祈祷感谢，靠出性命，阿免。请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468首。万国万人拢有一摆，第468首，万国万人拢有一摆。决心归主是应该，真假善恶时常斗争，到底离我倒一边？远大目标，定心立志，定力行通也衰微。你所精选，赶紧决定，要点黑暗也光明。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此时，咱要用奉献回应上帝听。奉献线，请牧师介绍甲报告。
请起立。请坐。今仔日有看到高文长老的弟弟全家对温哥华倒转来吼，来，咱请起立，互大家人甲恁搁一摆见面一下，好无？久久无看见啊吼。惊咱温哥华人啦吼。OK， 愿上帝赐福。毋知抑阁有新朋友无？抑阁有新朋友伫咱中间无 ？OK， 等下了的时，咱圣经课程的人圣经课程，剩的咱会当互相交易吼。伫遮咱特别要讲到后礼拜，拜托后礼拜逐个人的时间拢提早嘿，提早迄个9:20以后就通好入来伫教会才做好。毋茫甲你的家庭的人小可互相提醒一下。为着互后礼拜会当搁较顺序，会当搁较好势。包括诗班吼两边。因为原住民迄个伫巴恩因可能真早5-6点遐就准备爱对遐通伫咧准备通要出来啦。所以对因来讲嘛真忝。恳求上帝伫后礼拜所有行程会当真顺利。后礼拜中，咱请妇女团契穿服装来做招待。后礼拜，礼拜三过到要过12点要过太和屋，咱伫即个遮会翕一个团体相了，然后咱要牵线去到太和屋。遮所有咱需要几台车，咱需要几台车。第一是。逐个人拢尽量照你的方式去到太和屋，好无？毋免人载，尽量毋免人载。但是教会有几台私人的轿车会伫遮走几转，好无？若真正二楼无方便，还是外来的人客，咱尽量互二楼甲外来的人客，所以有几台车会伫即个遮走，请迄个接受即个长老大家人的指挥，过到迄边。过到迄边，一寡执事会伫遐款待咱，所以等下礼拜刷了后，接到了，请所有的中级拢伫即个遮集合。除了上课圣经课程上课的人以外，所有中级拢伫遮。咱需要为着后礼拜做一寡协调的代志吼。牧师中道了，我会去绘画场，咱前的长老吴文良长老的妈妈。伫绘画场遐有迄个绘画，迄个日暮绘画的礼拜，我会去主持吼。所以请同工逐个人照咱的安排，互相做这个工。过来拜四精神健康协会会伫咱1楼即个遮阮理事开会了。然后吴朝聪理事长会有一场的演讲，欢迎咱兄弟三甲来。伊的题目是毋免为着明仔载看路，这耶稣的话吼，毋免为着明仔载看路。困眠睡眠焦虑、忧郁3部曲。我想这是真侪现代人对困眠人无好势，后壁引起真侪后续的困扰，所以欢迎兄弟三甲来。过来就当好准备，咱除了60年了，就爱准备受咱甲国华节，所以各团契遮个事奉，请咱别慢心。咱即个是咱来为着4月份的生日的朋友哈，遮个兄弟4月份呢，来
来4月份的生日，请你起立好不好？当咱的吟的时，边啊边的人替咱甲因握一个手哈。来，祝你啊生日啊快乐呀！祝你啊生日啊快乐！祝你啊生日啊快乐！祝你啊生日啊快乐！啊，伊就嗨呀落你嗨，哎呀落你哎，哎呀落你哎呀，伊就嗨呀落你嗨哈。OK， 愿上帝赏赐福，互你年岁若加添，上帝甲人若听你。也佫有真侪只的事工，请咱家己看好无？伫祈祷的中间，互相配合。然后伫第8夜甲第9夜，即礼拜请你看，甲你的位拢找好。后礼拜去到遐，位置就拢照安尼入座。咱即摆位拢摆好啊吼。OK， 若有啥物问题？甲办公室联络，有啥物问题，甲李尚君的长老联络。虽然是咱教会庆典的季节，若有年老的破病，我想有特殊的家庭，请咱一组一组，原来拢负起责任，做天使关心。以上报告多谢。请三甲来吟圣诗第550首，我做基督兵丁。第550首，我做基督兵丁。着好打进前，气害着伤心境。困境无爱用，失去甲歹三种，毋通失敬成。求主赞我英明，互我话得胜。求主施大权能，空我无实听。求主带我向前，到永远天庭。请起立来吟第1节，吟诗线，请牧师祝祷。但咱伫上帝面前常常认明一个身份，做上帝的囝，领受上帝的恩典是白白得来，嘛着白白互人。做上帝真理的囝，毋通活伫真自然、真爽快的环境的内面。这是一个黑暗甲光明的争战，真理甲邪恶伫咧争战的世界。每一个人着警醒家己，然后日日为着真理做基督的精兵。但恁着去，受册进入这个世间，诚侪上帝国的使者。愿恁所讲的话，恁的手所做的工，三位一体的上帝保守，对即时到永世代保证。阿门。请这灭祷，上帝赐福你甲你的家，中正等的真紧伫这个所在集合。